我们最后的那个老师的意思是说贴名字再发给他们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说你们比较知道谁需要嘛哈，然后南岳老师还有这哪里也有？哦，这里有多，我有多印哦。榜栏杆很多，这样子就回去你可以把它当做那个吗？我爸爸你们有这样阿公的这个阿嬷，对，麻烦你们哦，来，3个人，还有呢，就喜欢这种人吗？没有，手啊有，有的还有的。很危险，没有用。那个是阿嬷的，我这边你的有写你的名字，我现在贴纸，嘿，你们也注意啊，你们也可以练习写。对，我有多，如果有多的话，那就练习写。那个鲁碧他很会啊。都是男的，这里有那个安美有吗？安美刚才有没有练到安美？看里面那个就是没到的。哦，没到的哦，好。这不是会这个是谁？安美王丽燕、徐芳斌、杨该，还有这个是谁呢？这个。弟啊。嘿。这个是谁？有一个是阿弟的。哦，这个是阿弟。嘿嘿嘿。还有谁？阿美没有，阿美她那有一阵子也请假。他以前都没有上吗？应该。好像他去花莲开刀时，基隆阿美的。那这样还有谁？这样都有了，有了。我这边我现在写。老师，同学说可以给我们签名呀？要签名写。可以呀。用你们自己，你们把它当做是画画，不要讲说我要一件哈，哎，还是这样。